乡亲时代好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今仔日节目一开始要来讲戏剧大师李国修，伊有风一个外号“台湾剧场界的泰斗”。李国修是25岁时阵参加华视综艺节目的演出，开始来展放伊突出的才华甲本领，然后慢慢啊将做一个通人知的戏剧的演员。不管是要编、要导、要演，伊逐项都精通。尾也来创办着屏风表演班，舞台剧的作品高达27部，演出将近2000场。2013年的7月，李国修因为大肠癌来过身，屏风表演班嘛因此宣布无限期来停演。6年过去了，观众并无甲李国修放袂记哩。李国修伫个剧场界布下经济子弟兵，嘛已经步艺大汉，发光发热。咱就来看李国修的戏剧人生，甲伊无私的传承。技术和演员都不需要，就慢慢悠着走就好。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情，就功德圆满。不管你唱什么，你对我是一句一个好啊！从今以后，我要活在舞台，死在舞台。乡愁，还有他对老家的思念，都发生在那张床上。我留下了27个剧本，请你们细细品味我的戏剧人生。将演员的手牵调咧，心内真激动。屏风表演班的创办人李国修面对大凯观众，一直拍破甲欢呼，伊目屎四淋水，深深一鞠躬，唔知有偌希望这个时间会使停留伫这个时刻。孙伯伯，你看到的都是戏，舞台上演的都是戏。2012年12月30，这日天是李国修56岁生日。屏风表演班头一摆互我转播，煞嘛变成伊最后的告别作。治疗大肠癌的伊宣布暂别舞台。2013年7月7日，李国修过身，享年58岁。台湾因此痛失一个戏剧界的高人。住院的时候，我们有长达3个礼拜哦，包括儿子女儿哦，我们4个人有非常亲密的相处，让我们看到他对于要离世的一个从容哦，包括他在那个时候他有看破生死，可是他看破是因为他找到生命的意义，所以他不在乎死亡，他不害怕死亡。他有跟我说，他对我做任何事情，他都是肯定的。就是在国修老师离开的这6年，因为他是最后那个阶段跟我说的，可是我觉得他那一段话会带给我永远前进的力量。甲李国修结婚24年，王我对伊有真深的依恋。虽然讲依然忍不住流目屎，因为伊知影讲李国修6年来毋捌真正离开过。因为我的父亲是做戏协的，从小呢，在我的小时候，他带我去看京剧。中场休息的时候，我的父亲会带我到后台，他去跟他的朋友致意，我呢就在那边观察那些人。刚才他们在舞台上唱包公演美猴王，可是，在后台休息时间的时候，他们谈的是生活。所以我觉得戏台跟后台出现2种状态，一个是舞台上的故事，一个是舞台后面的现实人生。其实这样一个童年成长的我跟父亲的关系，奠定下了我对于戏剧的一种迷好。1955年，李国修伫台北中华路铁路边仔这违章建筑内面出事，然后卖伫繁华中华商场做顺手工的戏鞋，伊就手艺是一家伙仔。这个看起来真爱笑的囡仔，伫当时，互人想袂到讲，伊有法度将每一个故事搬上舞台。秦贝贝，李国修，不要摸秦贝贝的手。真侪人头一摆看到李国修是伫华视25岁，伊真瘦，却是永远像一粒充饱的电池，用袂了的电。推出新作品，伊的才华都已经光芒四射，摕到金钟奖。最具潜力戏剧新演员奖
入围的有李国修、唐山五届华视。中华电视台的李国修先生。我今年30岁，对不起，27岁，就得到了这一份新人奖。幸好我不用再等待，等到72岁再来拿这份新人奖。里员外就是我，这个铺桥道路我不会，闲情爱护我最在行，这个生儿育女我没研究。要不要教你？好，现在吗？不要。这国修，他一直是非常热爱舞台的。从他是在世新五专的时候，学长就告诉他说，一个很俗的话，就是你一朝踏上舞台，终将一生爱上他这种的。然后他就觉得是这样吗？没想到他一上去演一个小小的角色，就爱上这个舞台。变成电视明星了，却是无迷失伫花花世界里面。1986年10月7日，李国修成立屏风表演班。就是臭酸。一个是在台上扮演着生命的故事，台下他带给了大家对于生活的感动。何处不剧场？应该是屏风一架，我们就可以在前面演出了。所以他就取了一个屏风表演班。无经营过剧团的李国修开始学习要安怎管理，4届请教专家，最后将屏风分做4部9科18组，每一个职位做什么代志，伊拢写甲真清楚。别个剧团演出的时，敢若一张节目单，屏风每一摆拢是120页的节目说明书。1986年10月创团之后呢，我在那2年半当中，从来没有演过屏风的戏，我是练编剧功，练导演功。所以我们在1989年5月份呢，第一出大戏、大型舞台剧就是在这个剧场《万里长城》，一个情境爆笑喜剧，就在这个舞台上。然后呢，当时呢受到了很大的瞩目，而且呢，观众睽违已久的李国修终于再度登上舞台，所以那是一个历史的因缘际会。那么也从那部开始呢，就出现了一个身份，就是屏风表演班这个剧团的特殊的 DNA。我们的这个剧团的特质就是李国修编导演3种身份。我七雄秦齐楚燕韩赵魏，你看那个人，他是哪国人呐？我看他那个样子不像秦国人。哦，对，我是匈奴人。有一年我们在演《万里长城》，我们2个有一场在台上，我发动了即兴，我们大概玩了1分多钟，天衣无缝的即兴表演，我们下得台来都自得其乐，都自己觉得很满意。他给我的鼓励都不是那种言语上、情感上的鼓励，都是实际上专业面的鼓励。他就是信任你，他需要你在台上有你在，我放心啊。这个是他对演员的好演员的一种看重啊。这个是我到今天为止念念不忘。身为剧场的导演李国修，因在施教有教无类，真手绘意，创作情景喜剧特别好看。作品《半里长城》将探讨秦朝太监之间权力斗争的历史悲剧，透过戏中戏做笑话表现。另外经典的《沙姆雷特》将王子复仇记改编做台版的笑话博笑宫，向莎士比亚致敬。奥斯里克，我跟你说，开台拜拜买水果要买圆形的，你去买有角的杨桃。干什么？我早就说过了。有角的水果拜完之后，剧团内部会人事不和。可是榴莲是圆的啊。可是榴莲的角更多。他觉得 local 就等于 universal。其实你只要把一件事情你叙事的深，它就可以反射给所有看到的人。以国修老师的人生观来讲的话，他会觉得一个悲剧再加上时间，就等于喜剧，悲剧加时间等于喜剧，这个其实可以套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。就像你今天经历一个事情，你觉得你不能活，可是你一定可以从中找到一个时间的跨距，或者是你自己拉了一个时间的跨距，给了你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，
你就会看出这件事情它带给你的意义是什么。经过bin风头一个10年，李国修开始沉淀，感觉剧场应该更较接近人生，带予观众无共款残存的心思，所以讲伊诚实面对生命中的过去，回想启蒙伊的人，也就是老爸。修国啊，你看什么时候啊，能穿上你爹做的戏鞋，上台唱戏，我坐台下看，啊，不管你唱什么，你爹我是一句一个好啊。爸，学习很苦哎，8年做科比坐牢还苦。你吃点苦怕什么？将人生经验结合伫角色内面，透过每一摆费尽心思的演出、深刻反省，透过戏剧嘛自我疗伤。每一个场次，我都想象我跪在我父亲的坟前，然后在坟前跟他告诫。每一场的告白都不一样。我拿着戏靴说，比如说第一场首演之后，我说父亲谢谢你。这个戏是献给你的，我相信你在天上看到了。你的儿子李国修，经过这么多年的成长，有了今天都是你给的。戏剧结合人生，《惊喜启示录》是为了老爸创作，吕日红是劝和9年忧郁症的老母。民国20年腊月，应当是我的妹妹穿上接生衣裳啊。这双绣花鞋啊，嫁给你爹。那张床是我母亲唯一的世界，我母亲的乡愁，还有她对老家的思念，都发生在那张床上。那母亲在那里面，那个屋子里面，那个床上，在那个小环境走来走去，将近10年的光阴。我常常逗我妈妈笑，比如说我在国中的时候呢，就在她面前装鬼脸啊，我还记得那时候我把那个脸揪起来，这样一揪。我就跟我妈，你看这是什么？我妈说这是什么？我说是蟑螂脸，很像一只小蟑螂的脸。我一逗她，她就笑了。青蓝蓝的河呀，曲曲又弯弯。看戏的是修心，演戏的是修行。观众在看戏，在修你的心灵，在修复你的心灵。因为戏剧呢，它让你不只是投入，甚至于投射。生活当中有太多的遗憾，生活当中有太多的没有完成，生活当中有太多的不能满足。这个是修复你的心灵，让你的心灵呢荣获更干净、更单纯。演戏是在修行，因为很苦。李国修拍拼为台湾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创作，总共27出的作品。讲到大时代内面小市民的故事，舞台、音乐、灯光、服装拢真讲究，每一个环节拢袂使出差错。有的大场面需要几百名临时演员，伊拢真有系统甲学校合作，亲身训练这演员，并放伫真济人的心内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只是2001年，捌面临重大的生存危机。那一年我们在演出前1个月，票房只有2成。宣告停演，赔400万台币。执意要演出的话，赔900万到1500万。以当时的屏风表演班是没有办法负荷的，所以在这样考量之下，我们就宣告停演。面对失败，李国修始终坚持无放弃。2002年，屏风阁推出征婚启事，以一个人搬20个应征的查甫人，演出的票房全满，屏风阁受到天公伯的照顾，再度复活。都没有再次换哈。被你老婆虐待哈。他就是一个充满爱、想象力、幽默感的人。那他在家里头是什么？他就家里头就是一个剧场界的阿基师嘛，这是我女儿给他的封号，因为他就是你随时可以欧的。所以我们家里面人都很胖，只有他是瘦的，因为我们会很爱吃他的宵夜，所以他就是一个厨师在家里头。那他在剧团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不会生气的严师，因为他教学非常严格，教编剧也好，教导演、教表演都很严格，但是他从不生气，因为他觉得生气其实是因为你在掩饰自己的不足。
若讲到李国修，因某王月目睭内面对有光芒，伊眼中的李国修活在当下，非常的认真，因贵合作甲真情是一生永存的美好记忆。一个字形容国修的话，我觉得可以用德字来形容。对，他就是一个从，也是一个行走啊。那有人把右上的这一块呢当作直，就是正直、直白啊，一个心。那我觉得国修老师一直都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感觉，他会按照一个他要往前的一个正直的路，带着一个正直的心，他不断的去往前迈进。在剧场里面使用他认为的电影语汇，把台湾庶民的记忆跟自己的生活经历拼贴在一起，剪辑在一起。有几个戏非常非常的动人，最后他的盼望，他的艺术理念，完全作为一个艺术家是回到了我自己。来，1、2、3，走走走！人生写无6周年，你我的记忆内面的李国修，嘛袂输停留伫上界美好的时代。伊的精神嘛将永远流传。40年的舞台生涯，李国修和笑声充满伫剧场内，就敢若伊的至理名言：人一世人会使做好一件代志，就功德圆满啊！走向另外一个舞台，在那里，我会认真潜心修行我的编导演，继续坚持我的最爱，开门。上台演戏。剧场大师李国修过身6年了，但是伊30年来为戏剧从艺到编导创作，拢留下真侪互人怀念的作品。后一段节目要来看李国修老师的子弟兵安怎来延续伊剧场的精神。